大家好啊，我係 Raymond，來自馬來西亞。點解要嚟做 B？ 我本身咧，我之前係做電子工程師，喺嗰個建築行業入邊咧，8年過後先全職 BE。我係2018年開始全職 BE 啦，直到而家啦。咁樣我點解我會選擇BE 啊？其實我一開始嘅時候，我係唔相信 Aurora Pens。2017年嘅時候，咪 Aurora Pens 仲好新。咁當我哋上網嘅時候，冇資料喎，好多冇見證冇資料，好新嘛。加上係咪嗰陣時我嘅家就同我講啊，呢個好神奇嘅，你唔可以用神奇嚟形容俾一個工程師啊。我哋需要科學啦、數據啦，係咪？咁樣我就當時咧我就淨係 join IPO，咁我就冇賣產品嘅。咁我自己就用咗2個月嘅時間去研究咩係遠紅外線啦，咩係 Condensed 啦，過後我先做決定嘅。咁樣我本身咧我就有10幾年嘅腰骨痛嘅問題，嘗試咗好多嘅治療方法都冇效嘅，1個禮拜過後又翻嚟。不過我做 Aurora Pens 2個月，我嘅痛腰骨痛係減少咗90%咁多。咁哇好神奇喎，你可以堅持咁耐。咁我繼續着啦，咁就好晒咗。因為我就開始產品真係有信心。點解我會選擇去由工程師做咁大決定係咪辭職出嚟做 B？ 因為嗰陣時我哋做建築其實好壓力㗎，工作時間好長，拜一到拜五拜六係咪每一日都工作？咁禮拜日都係要 work from home嘅，都係要工作㗎，準備 paperwork 嘛。星期一咧就需要開會，咁樣基本上每一日都工作時間好長，休息時間唔夠，就導致我有血壓高啦，160。哇！咁樣加上咧冇時間陪屋企人同老婆嘈交，冇時間陪仔女啦，咁樣其實真係嗰個生活所謂嘅 work life 真係唔 balance，唔平衡㗎，做到好唔開心啦。咁直到我嘅上司咧，亦都係我哋嘅 founder Karen Leong 啦，嗰時佢嚟揾我啦，Raymond， 你做工做到咁拼啊，你有冇5位數收入？我講梗係冇啦。咁佢又你冇5位數，點解你都做？咁佢同我講真係唔值得啊，因為3個字唔值得係咪？當時過冇幾耐過後，我就決定全職出嚟做 BE。咁樣我就大概用咗2年幾嘅時間，就掃晒 BE 嘅呢一個9大利益，包括埋呢個汽車基金同埋房屋基金。咁我就有比較啦，我做工程師9年，由大學畢業到我 BE 之前8年嘅工程師，係比較2年半左右嘅 BE 嘅呢一個成就係咪？其實係BE 嘅成就係5倍更加高嘅，不過用嘅時間係2年半嘅啫。所以其實真係好值得啦。我係讀工程師咁樣係稍微專業少少。不過一般上專業人士咧，包括我自己本身初開始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問題，就係面子嘅問題。點樣放下面子？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做工程師高高在上，行路都有風，你知冇？但係當你做 BE 嘅時候，咪感覺上好似做 sales 咁樣感覺上好似好 cheap 咁樣啊。不過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觀念嚟嘅。其實我哋做 BE 應該覺得好 proud 啊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每一日都幫人得到健康，幫人得到更加靚嘅皮膚同埋嗰個容貌同埋身材。每一日我哋都幫緊人改變佢哋嘅生活。其實呢個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事業，應該要覺得非常之好羞恥，唔應該覺得冇面子嘅。所以我覺得當你想去得到更加大、更加好嘅嘢嘅時候，你就要諗盡辦法去改變。因為做工程師點樣講係打工仔一個嘛，打工仔一定係有限公司。你想買好啲嘅，你想得到好啲嘅，其實真係好難㗎。所以唯有 BE 先可以真正改變我哋嘅人生。